今仔日有两件代志，两个感想。一个就是，有听着讲广播电台有讲讲，王必胜因想要照顾所有的人，这是伊的优点。所以讲，伊伫救这疫情的时阵，伊就发挥伊上大的热情，甲代志拢办甲做熟悉的。毋过嘛是安尼，伊有可能嘛有感情上的问题。伊感情上嘛想要互大家拢照顾足侪人，变讲伊的优点嘛是伊的欠点。阮同事就讲，这感情的代志，这嘛无算是欠点啊。这是真开放的思想，真好，别用对错来去看一件代志。我就问阮同事讲我有一个网友伊就是对啥物代志拢是看待代志拢是较负面的。细汉的时阵有拄着啥物伤害，就记牢牢，记到大汉，拢足敏感的，而且嘛会想讲伊歹去伊的人生歹去这是伊的缺点。毋过咧，嘛是伊的优点，因为伊写起来的诗，就真侪人爱看，因为较负面、较黑暗嘛，会讲着大家的心情。我就讲我有用我有像 YouTube 去放一寡我的日记嘛。毋过虽然我拢强调讲爱正面去思考，听久就做亲像讲要甲观众、要甲听众去说教就是教训啦就做亲像要甲人教训。我就想讲，哪有人爱听啦？听这教训人的一寡思想。就是讲，即摆人有可能是较爱看讲这人足悲伤，受到足大的伤害，思想较黑暗，较有感情的滋味伫内底，嘛较会勾起咱心内的黑暗的角落。大家都会想讲足特别，较爱去爬来看，较爱去流传。毋过有一寡较无，虽然讲听起来拢足正面，想讲，亲像讲，推沙某伊这听起来拢正面无就是讲安怎思考人生较会光明像赛斯的理论安尼。其实大家有时阵想讲，这道理我嘛知影，哪会一直讲道理？是优点嘛是欠点就是代志讲毋是两面去对立的有时阵是两面拢会当去看，就是方向无共，就亲像一粒球会使讲是月亮月亮嘛是一粒球，伊对咱的方向是倒一面，咱看的角度都无共款。这意思就是讲，讲亲像一粒球，这球咧有伊黑暗的一面，嘛有伊光明的一面。咱可能敢若向着伊光明的一面，毋知影讲其实嘛有黑暗的一面。这就亲像咱有人讲过，光明的人一定有黑暗的角落，有正黑暗的一面。无就是讲，一个人若无黑暗，你就看袂出伊光明的迄面。
有讲有光较有影，就是这种理论，这就互咱互我感觉足趣味的，就是咱的心情吼，咱一个人的形，咱一个人的，互人的感觉拢是讲100分做完美的人，其实这人可能是真痛苦的人，有可能是安尼。白当看表面，人是足侪面的，一件代志嘛，毋是干那一种角度。这种体下这种分析，我就真介意。我嘛较有专长，伫这顶头我嘛较有专长，因为我想代志可能较会转细。嘛有训练，训练家己讲对错。有时阵一个歹人有可能救着一个足弱势、无人关心的人，一个看起来是好人，毋过伊有可能嘛有伤害着别人。这都真正是有趣味。这嘛较符合讲，我若想要写故事、写小说，就是安尼有这种无共款细面的观察，嘛是讲写的物件较特别。过来第二件代志就是进前的旧主管，伊即马就会因为感情的代志，就甲我较有联络。嘛是讲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功能啦，也无讲两个人其实嘛真久无讲话，生活的课仔拢无斗阵，有可能就无啥物话好讲。毋过拄仔好，伊的感情的对象，我嘛熟悉，就会当讲开讲安尼。那今仔我去，我想讲，我就是白因为有翁进前有牵教，我知影讲去，伊去一个展览啦，研讨会，边仔拢有一寡单位，因着其中一个单位，想讲有人参加研讨会，内底的人可能就是较重要的人，较重要的客户，安尼就变讲，因为有这人会当甲一寡有目标，符合目标的人，甲伊 call 来，伊的单位当然就有即个价值，因就伫单位伫遐顾，顾的时阵，我就知影讲安尼会较无聊嘛，我就起来，就下晡就请假去找阮旧主管，去找就去相找，毋过就讲话较白，我讲就无话题啊，我就想讲我进前嘛有参加研讨会啊，毋过迄公司啥物倒去啊，有诶无诶，因就反应，就毋知要做啥物反应。我就有甲我讲歹势啊，我就会讲歹势，我安尼亲像甲人纠缠，无啦，你若人毋捌代志，黑白讲话，我就安尼甲人应。我想讲对，这就是这嘛算是我的特色，我的特色，就是白，就是讲一件代志，白搁去想讲，安尼会互人感觉是纠缠，无就是讲别人毋知要安怎反应。有诶人有可能想甲足深，总远，就较袂像我安尼黑白讲。毋过我想讲，这虽然就是我诶一个特色，毋过我当然嘛有我诶优点，我优点可能就是较热心。虽然讲今仔去看这旧主管嘛，伊就讲这
伊其实厝内嘛发生一寡代志，就是有亲情，足亲的亲人过往，变讲伊着爱需要讲，甲即个家爸母啊，着爱伫附近，互因甲爸母照顾一下。即个时阵，我想讲，阮这旧主管应该嘛有一寡人生的觉悟知影讲，人生毋是讲一直拍败所有的人，比别人搁较优秀，甲别人比拼，伊可能嘛有一寡无共款的体悟。我身躯边的人其实拢有成长，像阮翁的学姊先摆，伊早嘛是，伊就是要展伊上好的一面，互别人看，互人感觉讲这个人是做完美的人，做啥物代志拢无啥物错误，就是会批评讲，即摆的少年仔、少年查某啊，就是无体贴，袂晓想安怎搁做任性的，有可能就是会去抱怨微博的，就是为着互大家，为着互家己变做一个无即种欠点的人，无即种毛病的人，是一个完美的人，都是有少少有即寡想法。无就是伫工课上啊，就希望讲，莫互人感觉讲爱工课愈来愈，毋是进步，是退步，有诶无诶。毋过咧，这是以前诶人拢会安尼，即摆咧身躯边诶人啊，开始拢知影讲一切拢是空，都袂去强调讲。比你厉害，比你创啥比你搁较贤，就是会去展讲，我是真做工课上做代志拢做够的人，爱需要即种比别人搁较好，公司嘛较好，伫公司的重要性嘛有进步，安尼使别人，就是一种安慰，讲我无讲，我是一个愈来愈好的人，这是进前大家拢有即种需要讲有即种别人眼中看到的家己是互人欣赏的人。毋过即摆就较无啊，大家就开始体悟讲，这拢是假，这拢是真紧就会破去的一种假，一种虚华。这就是一种成长。成长毋是讲，今仔势头愈做愈好啊，趁的钱愈来愈侪啊。社会上愈来愈尊重家己，这无算啥物成长。成长是讲对家己愈来愈接纳，愈来愈看重，看代志的角度就愈来愈无共款。愈来愈会当讲出一寡无共款的心情。像讲。我即摆伫学台语啊，我就会讲出来。以前会想讲，我都毋是学啥物日文啊，啥物厉害的外国话啊，这听起来人会安怎想？以前我一定会安尼，我若安尼想的人，就袂去学台语啊，因为讲，就安尼想的人，若搁去学台语，毋是做奇怪嘛？我个人是认为，我安尼做是有一个价值伫遐，只是讲我即摆嘛讲袂出来啊。别人讲传心母语足重要，这
无人听会落去。毋过，伫我诶心目中，我有感觉讲，这一定是有伊诶意义。这是一个安排，天公伯安排。我有即种无共款诶想法，就袂讲做安尼做诶时阵，阁怨叹讲我哪会跋去拣，互人较兴盛诶啊，较有钱趁诶啊，有诶无诶，我哪会跋去拣迄来做？都袂安尼啦，袂讲去做即件代志，去学台语，阁去怨叹讲学台语阁趁无钱啊。大家嘛袂甲你较尊重，都袂去看这啊。这其实就是规套诶想法，规套诶思想诶进步。嘛是讲拄仔好隔壁同事伊嘛是会当了解即种，即种状况。即种状况诶意思就是讲，社会上就是有一套道理，毋过这道理其实是较死诶，而且是较为着讲对着阵诶人，为着较主流诶人去设计诶。爱早每一人拢定定感觉讲拄甲即个社会都对袂着，会诚痛苦，阁会竞争，竞争阁互人足惊吓诶。就是讲，咱有看到即个规则，咱拢看会着，而且无法度去对抗，是讲一个人对抗，就变讲是反社会诶即种即种愤怒，这嘛无意思啊。咱对一个动不动讲话就足咸呢、足愤怒诶人，嘛是无啥物，嘛无这社会上嘛对安尼人嘛无啥物好话啊。都会使人就会想讲，这社会啊足歹转折。毋过咧，即马我就是无共款的角度，嘛拄仔好嘛有法度拄着讲认同这想法的人，亲像讲我对面这同事，若甲伊讲这伊是听无的。我坐我对面的同事，伊就希望讲会当拼拼一个拼去较好的公司做爬较悬的，安尼较有法度实现伊对工课上的即种才调，较会当发挥。这是伊的想法。伊即马只是讲，用较保守的方式，豆豆仔去学，等机会来啊，伊就被拘伫遮，伊就会去，伊早一寡天真啊，无就是讲替人，替人排斥啦，替人斗争啊，安尼因为安尼感觉郁卒去愤怒离开公司。以早伊应该会替即马的即个同事去讲，我以早哪会遐低落？其实毋是安尼，就是以早伊会认为讲，这甲我排斥，我袂当的，我要离开。其实这是一个，这是做值得珍惜的一个。这种迄个时期的伊其实是无共款的。毋过即马的伊可能就会讲，我较忍的，安怎我不爱像以前安尼。伊即马就会变甲较想代志的方式，就是就无法度像以早有即种勇气，
就变甲较无勇敢啦。嘛较会去算讲会好袂好，安尼会未来有可能是有较好诶可能性，伊就会惊，就会较保守所以以早伊其实是嘛达着人，互人感觉诚做天真，因为家己诶感觉就是替人欺负，替人所以伊会生气。这其实是袂歹一个过去。毋过伊可能都无为这伊诶方向，可能就是去看一寡商业上诶文章会讲遐创崩无好代，有诶无诶。毋过我隔壁诶同事伊就会知影讲，这拢是一个过程啊。这嘛无好啊，嘛无讲啥物是好诶歹诶，袂当安尼分。伊看代志就会较快，拄好嘛会当拄着讲，无对这社会这种主流诶想法去对因走，替社会去洗脑诶人，迄嘛诚好运啊。像即马嘛袂想讲，哎呀，以早旧主管啊偌好啊，我即马哪会安尼？无就是讲，哎呀，以早主管安尼看起来做车呀的，即马嘛是普通啊，嘛袂安尼啦。我就想讲，哇，这就是一个体验，有缘，有话讲。若伊讲，若有一天伊会气嫌，讲这人嘛，嘛无趣味。讲我本人可能伊感觉无趣味，就较无联络。其实我嘛无损失啦，就是白做惊别人对家己的印象无好。其实嘛白讲一直爱去等家己，讲我家己是做特别人，啊无是做热心的人，做愿意牺牲的人。以早的想法有一种交换的观念，就是讲去等我某一个优点，然后看有别人讲会讲，因为你有即个优点，我就甲你，我就挖近你即个人，甲你做朋友。以早会安尼想，即马就是一切拢足自然的。若讲对方看我会起，看我袂起，拢不要紧啊。我即马生活过得好，就是我拄着代志，袂讲想法拢做负面的，拢敢若一种两种去想法去想尔。我若想法较快，安尼就较袂讲艰苦。有时阵艰苦就是讲陷伫一个点内底，就会开始诚艰苦，搁深搁矮，安尼无法度数出来，就落伫内底，落一蚵，就伫这蚵内底，一直想要拼命离开，毋过毋知安怎就无法度离开，就一直逐工头壳内拢伫想共款的物件。其实我嘛有安尼的过去，有时阵过去啊，感觉讲足天真、足无知、足袂晓想的。毋过我认为这是有足值得家己去少年去介意的一个特色伫内底，就是少年的家己。甲即马可能着这社会变甲足复杂的家己，少年的家己看起来啥物拢无，毋过即种气势，即种毋惊的大胆，啊无就是无法度忍受委屈的即种坚持，
就亲像陈佩慧有一寡话伊就会当讲敢讲，有诶人就是老狐狸啊，毋管伊是倒一档诶，讲话就足水气，足惊替互人徛，足惊替互人讲有争议，安尼其实就无迄种陈佩慧即种诚敢讲、诚阿莎丽即种你无法度形容诶即种特色。咱有时阵失去诶物件是少年诶家己，啥物拢毋惊诶家己，天真诶家己，认为未来会比即摆搁较好诶家己，所以即摆嘛是有无共款诶想法，就是毋过嘛是较懒实啦，想讲伫厝啊去做家己想要做诶代志，上舒适，嘛较无爱伫外口安尼啰嗦。毋过嘛不要紧啦，就是会啊像，就替互人感觉讲哪会变遐大箍？我嘛知影讲这有可能是事实，毋过身材其实嘛是一种假诶物件，假诶一个影尔是安怎讲呢？就亲像讲一个人做有名搁有影响力，搁趁钱搁趁袂少。咱就讲这成就足悬呢。毋过呢，其实这嘛是一个假诶现象尔，迄叫假象。对，就亲像讲一个人做少年看袂出伊诶年岁像我就知影讲查甫啊还是人啊，拢欢喜讲替互人讲拢无变呢，诚水诚少年，这是逐个拢会安尼若逐个拢无介意替互人讲，哪会身材变较肥啊，身材有较大箍安尼，这是即摆人拢共款的一个思想。毋过这一切其实拢是假的一个象啦。就亲像讲，这人做有才调的，做有名，其实伊会晓这有人伫伊面头前伤摇摆，毋知影讲伊较是这方面的专家。安尼咱看戏剧就介意看即种代志，就是看铁笑主家的人背啊颠倒跳洗面，咱就足爱看，足过瘾的。其实这一切嘛是一个戏的象啊，假的一个象尔。我即摆较比别人搁较厉害，应该是看白话字啊、台语拼音啊。若讲有一工人甲我取笑讲，你这无你嘛看起来无遐厉害，结果有一个机会需要看白话字，可能在场就我一个人会看有尔。有时阵我嘛会安尼想，安尼想会笑的，讲学台语啊、学白话字啊是有伊的用处的。毋过这种想法就是讲，希望家己伫倒一方面是比别人搁较厉害，会当去摇摆的。这种心理其实就是反映出家己定定认为不如别人，所以需要一个安慰，讲我搁有伫倒一方面其实是厉害的，毋过这就是看袂开，所以需要用即种代志去证明家己。
若是一个做自信的人，我相信讲伊无需要即种物件。这嘛是我豆豆仔知影的，讲毋免讲我做侪身份的，做侪title的，我公司偌厉害安怎？我著讲这物件拢牵着，若有人看我袂起，边仔的人甲你讲著伤闹气啊，著无意中有意无意对方甲你口说人发现即件代志，哇！你是猫咪人的囝还是查某囝？是有钱人的囝还是查某囝？你是即间公司的公主？咱拢是欢喜即种交情嘛。毋过，若是一个人真正是即间公司的头家的话，别人毋知影，可能对伊无客气。你若需要讲用即种方式甲你感觉做满足的，其实都无需要啊。若伊真正是董事长，伊阁需要别人讲，闪啦，你哪会穿甲遐凊彩？这涂骹刺刺的。结果过无偌久，原来你就是阮公司的头家哦。真正一个公司的头家，伊无引起需要安尼叫情啦。就亲像讲一个爱情的小说，大家做爱看的，的叫情就是，这做有才调的头家大头家男主角，佮缘投厝内佮有钱，佮做者查某伫遐安怎讲？伫遐孝顺的一个男主角，尾仔其实是男主角爱上这个女主角，大家毋知大家就踢笑这女主角，讲你就是一个看无啥物，看这女主角无点，结果惊着原来伊是安怎搁安怎。看爱情小说需要看即种安排，当然就是因为家己认为家己可能无法度拄着大头家来做家己的翁，所以需要即种叫情来安慰家己。这安慰其实是不要紧，就是爱发现讲，这只不过是因为家己认为家己无够好，所以需要一个安慰。若讲家己都认为家己真好啊，阁需要安慰吗？像今仔日我去看我的旧主管，阁伊同事嘛在场，其实我著讲华语我著无讲台语，因为是讲久久见一面嘛，嘛无希望讲等下讲台语，大家讲这足艰苦还是安怎？毋过嘛是有渐渐发现讲家己讲台语嘛有惯势嘛安尼突然间一直讲华语，是讲这敢是我的声音？这就是做值得家己去思考的，就是讲，做这代志有时阵需要讲，我真厉害，去展互人看，有意无意安尼展出来，甲人惊倒，甲人互人做欣赏的。想要安尼的安排嘛，是一个安慰。即摆人可能对家己拢无啥物信心，需要诚济安慰。为什物对家己拢无信心呢？因为即个社会就是要互大家感觉讲每一人拢有价值，变讲是你需要有名。无论啥物厉害语言，无是爱安怎
拢是爱做出一个成果，人较会感觉讲这人大头母会当替伊比一个大头母。咱袂去看讲这人做有心呢，伊有即个心虽然伊毋是讲这成绩啊，伊的成就啊，偌好拄偌好。连台语的科仔内底嘛有啊，有人就足出名的，有人阁颁奖，每间拢是一个代表，伫即个是伫即个专门的所在，是一个专家，一个代表，逐个拢想要来问伊拢会讲着即个人。有时阵咱嘛会欣赏毋过这敢是咱的目标咧？若讲今仔伫 Cover House， 咱就认为讲去做一个房间的房主，而且这个房间足侪人爱来逐个感情做好，感情做好当然是好，毋过若认为讲我需要达到讲，若有一个排名的，会当排足侪名，毋是足侪名，排足头前的，无就是会员数，这房间的会员数follow的人，是台语房内底上济，就变讲，就算伫 Cover House 即个环境，这思想嘛是无变啊，无就是讲伫台语的科仔内底，嘛是追求啥物物件，这变讲，只是换一个无共款的科仔，但是想法拢是共款共一套，安尼会使人感觉讲哪会去台啊，拢是别人比家己搁较好，拢会开始无欢喜，对家己无满意。这拢是限制，因为这社会会一直拖到无共款的所在。若讲无看清楚，这社会社会一个现状话，就足容易讲变一个对家己无满意，需要需要需要去欣赏别人，无就是替别人欣赏，较会认为讲有安慰着这有意义就是我若足够的即个意义，毋过无想着讲你想要家己互别人感觉你足够，其实你已经中价啊。就亲像讲伫台语科仔内底有一个我感觉伊真厉害，佫会晓用台文写文章，台语嘛讲甲足好诶，就是自细汉会晓讲诶，所以讲听伊讲台语迄个口音啊，有诶无诶拢做说好诶，毋过伊嘛有会去中价，伊就会讲啥物人伫即台语的科仔内底，实在佫较侪人，大概佫较注重某物人伊就拢会去有即种想法，会去比较。大家对伊有重视无？还是讲，别人较有赢，较有讲，较有得到足侪人的重视？这拢是去中价啊，中着这主流的社会价。咱定定学台语的人拢会讲，咱的台语难着华语啊，华语化有诶无诶。毋过咱哪会无发现讲，咱即摆的想法想要讲，互大家足重视家己啊，有诶无诶的想法，其实嘛是透咱着讲，这主流社会即个
即个风气，就是安尼。